我哋係豬蛙聯盟，歡迎光臨。嚟到行程嘅第二日，今日係星期六嘅關係，所以最主要就係陪豬太太行匝道咋。曼谷嘅兩款鐵路都可以去到 JJ Market， 如果揀搭 MRT 就可以搭藍色線去到 Chatuchak Park 站落車，而我哋今次就選擇搭 BTS 嘅淺綠色線去到 Mochi 站，喺1號出口出，跟住人群一路直行，步行大概6至7分鐘左右就會到㗎啦。提起 JJ Market， 相信去過曼谷嘅人對呢個週末市集一啲都唔會陌生。呢一個幾乎每一次去到曼谷，如果遇上週末嘅話，一定係必到之地。雖然我同朱大人都去過好多次，但係唔上網做資料搜集都唔知道，原來 JJ Market 喺1982年已經有㗎啦，仲要係一個永久嘅市場。過埋呢條馬路，箭嘴嘅位置就係 JJ Market 其中一個出入口啦。作為全世界最大嘅週末市場，每個週末都會吸引超過20萬人湧入。市場入邊有超過15000個攤位，分佈喺35英畝嘅土地上面，劃分咗26個區域，涵蓋咗食品、服飾、古董、藝術品、植物、生活用品等等，可以話係應有盡有，你諗得到嘅入面都會有得賣。叫得做週末市場，會喺每個星期六同埋日上晝9點到下晝6點全面開放，而平日星期3同星期4就只會開放售賣植物嘅區域，星期5嘅話就只限批發。去得 JJ Market 行街就要有心理準備，因為入面好多區域都係用鐵皮屋構建而成，唔會有冷氣提供。喺曼谷平均30幾度嘅天氣，身處喺鐵皮屋之下行街會覺得好翳焗，記得定時要補充水分，避免中暑啊！行下，我同朱大人發現咗呢一間主要賣象服嘅鋪頭，售賣服飾嘅價格都好相宜。我同朱大人喺呢度都買咗唔少嘢啊，仲買咗件情侶衫喺當地着添啊！又到咗賣手信嘅時間，呢一間專賣脆多士小食嘅鋪頭，只售賣3種口味，分別係原味、蒜蓉同埋芝麻。當中嘅蒜蓉味真係好食到不得了，又香又脆，仲帶有甜味，真係唔覺意就好快食晒一包，而且價格經濟實惠，每次都忍唔住大手掃貨啊！終於行到嚟我同朱大人最中意嘅區域，雖然呢一區都係以售賣服飾為主，但係所售賣嘅款式設計會比較特別啲，喺外面會比較少見得到，而且較為年輕化，不過價格相對上較高。唔經唔覺就行到嚟賣熟食嘅區域，差唔多到午飯時間，一於同朱大人喺呢度解決啦。又見到我哋至中意嘅即燒豬肉串，買返一串食下先。呢度所售賣嘅食物種類真係好多，搞到我哋都有啲花多眼亂，唔知揀咩食好。呢度有一檔寫住賣 fish ball， 我哋兩個都未食過泰式炸魚蛋，一於買返一份試下啦。呢款魚蛋口感煙韌，食落口會有啲腥味，所以會配上好多醬汁一齊食，個人覺得麻麻地。鏡頭一轉，我同朱大人已經坐低咗喺一間食店入邊休息，順便食午餐。呢度嘅員工做嘢好有效率，坐低冇耐嘢食就已經到咗。我哋點咗每人一份湯粉，一碟炒菜，一碟魷魚蛋，當然唔少得泰國必食嘅芒果糯米飯啦。整體食物水平不過不失啦。我哋仲嗌咗椰青啊！成個上晝，朱大人陪咗我行街買嘢，下晝嘅時間就輪到我陪佢行商場買返對靚鞋。我哋決定先搭 BTS 去到 Siam 站，然後從 Siam Centre 做起點，向 Chitlong 站方向慢慢行，最後以 Central World 為終點。行咗半晝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朱大人最終喺 Central World 度買到心儀嘅鞋啊！仲有成個幾月先到聖誕節喎，咁快擺棵聖誕樹喺度嘅？
Central World 商場外面仲好熱鬧添啊！現場嘅佈置充滿異國情調，聖誕氣氛非常濃厚啊！差唔多夠鐘啦，先唔好沉醉響佈置上面，重點響前面棟鐘樓啊！快啲跟住我向前行先啦！特備節目開始咗啦，就係每日會有4場嘅飄雪表演。雖然曼谷4季都係炎夏，而呢啲又係人造雪，但係都營造到唔錯嘅節日氣氛。晚飯時間，我哋今晚選擇喺 Central World 商場3樓食泰菜啊！餐廳嘅環境好闊落，我哋仲被安排坐到卡位，唔錯喎。望下餐牌有咩食先，泰英對照係基本，有埋圖片輔助就更加簡單易明。點好嘢食，坐咗一陣就先上飲品，右邊係我嘅椰子沙冰，左邊係朱大人嘅荔枝茶。嘢食方面，我哋嗌咗脆皮五花肉炒菜，一份咖喱炒蟹肉，仲有一條炸鱸魚，同埋白飯一碗。飲飽食醉，呢一餐我哋食咗1672匹，個人覺得性價比偏低。飯後節目，梗係行過去對面嘅碧斯買手信啦。夜晚嘅碧斯真係人山人海，去到每一個角落都係人頭湧湧。不過即使排隊俾錢要排1個鐘，一樣唔會打沉我同朱大人嘅購物慾，閒閒地又買咗一大袋手信。返到酒店房要嘆埋我至中意嘅 M 記粟米批，仲有生果盤做宵夜。今集就暫告一段落，下集見。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中意呢段片，就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拜拜。